过来消息来看，咱国内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北上科技检方查到有黑道背景涉事的负责人成人来加名，全国是有超过40间门市非法来提供虚拟资产的服务，甚至协助诈骗集团来洗钱，有超过1500个受害人，损失是超过12亿7千万。检方嘛起诉14个人，依法起诉14名被告。 分别涉犯刑法第339条第1项之诈欺取财等罪嫌，并申请法院没收被告等人之犯罪所得。检方指出，讲被害人受到加密货币投资诈骗，用现金来买泰达币，经过几啊手哦，落尾是甲加密货币会到不法集团的境外交易所。 检方调查发现，讲一档的时间，洗钱的金额就超过23亿。这届起诉的人哦，检方是表示讲，这个涉事的负责人唔但可能犯罪，态度阁真歹，所以具体求刑25档。